聖經金句，句句今日主一句好開心啊！老友記早晨啊！最近嶺仔牧師嘅屋企附近啊，大巴要大派206嘅嗰邊店咧，開咗一間叫做吉隆坡嘅成哥煮炒喎。我哋就食咗呢個咩啊？吉隆坡嘅大碌麵啦，大碌麵6蚊啦，油浸嘅金木魚啊鱸啊蒸木鱸啊，優惠價係12.8。最特別嘅係呢個啦，蝦米魚腸20蚊，算係貴㗎啦。嗱，呢個吉隆坡嘅煮炒嘅特色就係夠鑊氣，佢又用豬油啊，同埋啲蝦米咧炒出嗰啲咩啊？豬粉腸咁咯，有啲辣，但係咧炒出粉腸嘅潤爽啊！當然有好多豬油渣炒就係炒埋喺一齊啦，同啲粉腸一齊食呢個豬油渣啊，梗係好食啦！但係咧我都唔敢食咁多豬油渣啦嘛。好啦，今朝早嘅金句係馬太福音6章34節，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，因為明天自有明天嘅憂慮，一天嘅難處一天當就夠了。馬太福音6章34節，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，因為明天自有明天嘅憂慮啦。一天嘅難處一天當就夠啦。嗱，俗語啊都有話，一年之計在於春，一日之計在於晨啊！一年之計在於春，一日之計在於晨。嗱，每朝早一起身，你第一件事係老友記，你應該係同我一樣嘅，一定要做嘅一件事係咩事呢？咩事呢？一定係先打開你嘅眼啦。戴好你嘅眼鏡，你至好落床啊！但係一定要記得啊！一起身咧，唔好即刻落床，一定要俾自己1分鐘嘅時候坐低，俾個血管循環一下，咁至嚟起身行啊！明白嗎？嗱，然後咧，有啲人就去飲齋啡啦，我就飲杯齋啡啦。有啲人就去運動啦，去筆塞啦，或者你嘅仔女準備塞車啦，去塞嗰啲巴士、塞地鐵啦。其實靚仔牧師都比較中意咧，一早可以安心嘅嚟食呢個心靈早餐、心靈早餐，好好嘅祈禱，好好嘅睇聖經啊！所以點解我用呢個今朝早嘅金句去話？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，因為明天自有明天嘅憂慮，一天嘅難處一天當就夠啦。嗱，用廣府話嚟講呢，所以唔使為聽日憂慮，因為聽日自有聽日咁嘅憂慮啊！一日嘗試，一日擔當就夠了。嗱，當我哋每一日咧，面對挑戰壓力嘅時候，呢句話咧就成為我哋嘅力量啊！你信唔信呢？可能你會埋怨啊，靚仔牧師啊，講就好容易啦，點可能人生冇憂慮嘅咧？真係啊！哎呀，嗱，現代人點會冇憂慮咧？你問下你自己，老人家就算退休咗都可能冇憂慮？冇可能噶嘛。嗱，請問老友記，你會憂慮啲咩呢？我問我哋自己啦，我哋就究竟憂慮啲咩呢？哎呀，我哋諗好多嘢噶啦。哎呀，我個仔女未生啊！哎呀，我個仔女未嫁人啊，未娶老婆啊！哎呀，唔知以後我點樣百年歸老呢？哎呀，我唔知有冇人送終啦！哎呀，最慘就係你過分憂慮以後點死啊！陰公，以後我會唔會孤獨終老呢？哎呀，以後會唔會患上呢個癌症啊？哎呀，以後仔女會唔會送我入呢個療養院，送我入老人院呢？哎呀，就算今日又想出門嚟到憂慮，唔知今日會唔會落大雨呢？
唉，意思就係一個人憂慮啊，多數係自己選擇要唔要繼續憂慮落去，因為有好多憂慮嘅事情都唔一定會發生。我再講多一遍，因為有好多憂慮嘅事情都唔一定會發生，或者你自己係不可能可以控制嘅事情啊！你知唔知我意思啊？明白嗎？結果呢，你睇下啦，仲未發生嘅事情，你先憂慮到唞唔到氣。真係戇居居啊！真係戇居居咯。所以耶穌講啊，明天憂慮，明天至嚟煩啦。咁唔係仲好啲呢？係咪？咁咪仲好？哎呀，老友記，你自己諗一下啦。耶穌講嘅，你信唔信？耶穌講嘅，你信唔信？一天嘅難處，一天當就夠啦。或者一天嘅煩惱，一天當就夠，一天煩就好啦。你講係咪？好啦，今日就講到呢度咯喎，拜拜啦。